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国国初九台期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咱来关心新北市儒德国际学校5年级的老师和学生，伫5月17日时引起台中进行食农教育，严过食饭饱了后，那亲像是发生食物中毒案，有上百人吐骨流走北。台中市的食安处昨昏去稽查，嘛检验制作食的这煮食所在环境的卫生，嘛甲食材送验，已经要求提供食食的业者要停止出餐。活动都在新社进行，用餐也在新社农会用餐。回报的大概有100，就是大概有超过一半的同学，也有上吐下泻的状况，有发烧的状况。现在还在医院呢，大概还有3位同学在观察，要厘清责任啦。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卫生局也会介入嘛，卫生单位也会介入，然后去采检体，了解说到底什么食物出现问题。儒德国际学校有262个老师和学生5月17日去台中新社进行食农教育，因食到饱的时有113个人走北吐骨流。台中市的食安处赶紧派人去提供食食的作业场所去稽查，发现讲这个所在环境无啥清气，冷冻库嘛有酸无够冷，而且食材嘛无堪，有真侪欠点。已经依照食安法，要求业者要暂时停业，要先做好消毒，经过复检合格才会当继续做生意。嘛已经采检环境甲食材，这个结果上紧伫2礼拜后会当出来。继续关心德鲁古败马事故已经过3年啊，即马佫传出今年家属第2届登去事故的现场，严阁伫清水泵口又佫找到11个罹难者的喙骨。代替即马是回应讲，已经通知家属，甲这喙骨领回，嘛会配合家属详细处理。家属穿好安全装备，伫代替甲花莲地检署相关人员带队，第2届入去清水泵坑内进行总检视。无想到伫铁基路下骹，佫发现泰鲁阁事故罹难者的遗骸甲相关遗物。经过花莲地检署检测比对了后，确认是当初11个罹难者的遗骸。他本身就是一直在营运通车，你进去也不是这么容易，心情就是既期待，但是又很纠结，但是又觉得很荒谬。陈平莲表示，对家属来讲，感觉伤憾，不过某一种程度也是希望会当找到遗物。花莲地检署是讲，这届拢总有25件骨骸，经过比对了后，甲11个被害人的身份同款。不过部分遗骨因为抽 DNA 检验了后已经用完啦，目前会当发现的遗骨拢总8件，分别是6个罹难者的，已经正式通知家属。我们在去年发生这个车厢内有这个疑似被害人遗骨的事件发生之后，那我们各单位也都责成尽速的去检讨后续遇到类似案件的一个搜证以及清理的作业流程。那我们会依照行政院会议所颁布的一个原则去要求督导相关的单位。登记协助事故家属团体泰鲁阁的目屎的律师陈明秀伊讲，因为去年保存伫代替复工基地的泰鲁阁号事故车厢发现罹难者遗骸，所以罹难者家属唔再阁提出要登去清水泵坑进行确认是毋是还阁有亲人的物件。家属毋望借由这个事故惨痛的经验，未来当发生类似重大事故的时阵，要有明确在后处理标准作业天数。对于这个各单位之间在灾害现场如何横向联络，而能够具体完成这些事项，要有一个沟通的模式。对这代志，代替法新闻局表示，找到的好亲像骨骸，经过法医研究所伫最近鉴定完成，切切就鉴定结果一个一个通知家属领回遗骸。代替除了专业配合家属的需求，也依照标准程序合法处理，并提供家属相关的协助甲关怀。记者综合报道。顶我伫2019年，宜兰南湖大桥断去断做几落街，有造成6个外籍移工死亡。检方调查了后，发现这座桥根本就无按图施工。昨昏法院是一审宣判，负责施工责任的包商以过失致死罪，共判1年6个月。因若工地主任、协力厂商，也有监造人员，嘛拢共判刑，判2年有期徒。南无澳大桥2019年放起，致使6个外籍移工死亡。施工的厂商甲港务公司的人员拢总6个人来做被告。册被一审宣判，合议庭认为讲，这条使用20多年的桥，因为无按图施工，加上建造有疏失，
固定吊索的系统因为生产严重来失效，负责施工省里面外包商，已过是地主罪判1年6个月。省5工地主任、甲省边协的厂商，还有省单的监造，拢共判2年。整个案子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就是说，这4位被告他们在施工的时候啊，负有按图施工的这个义务，但是他们疏未注意，那没有按图施工。不过对判决的结果，被告嘛有话要讲。81岁省边的厂商已去法院听庭，伊认为判决无公平，伊讲伊负责吊索的工程绝对无问题。是后续公部门以后甲管理无做好，叫才会放弃，一定会上诉。他们从我们用仪器安装完了以后，25年快30年，从来没有用仪器再去检查过。同款红起诉，也有迄当阵苏澳港英文处姓帮，也有姓吴工程科的经理，合议庭认为讲，南无澳亚大桥并不是公路法，甲公路相关规范定义的公路，而且迄当阵港务公司制定的作业要点，嘛无应该办理特殊性桥梁检测的规定，所以2个人并无2年至少检测1届南无澳亚大桥的义务，判因无罪。宜兰这条葫芦岛大桥车流量真大，经过检测发现含烧真严重。宜兰县去年针对管府管理的238条桥做检测，当中有30条桥爱修理，目前已经启动工程，要避免佫发生南无澳亚大桥放弃的事件。若新的南无澳亚大桥，港务公司讲会照行政院新的桥梁检测、甲医护保养的规定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再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风的影响，伫北部甲东北部天气会小可较凉。咱同齐来看温度。透早北台湾的低温大约是伫20度左右，若其他所在今仔日低温是22度至24度。伫日时的时，规个北台湾也有宜兰、花莲温度差不多是25度至29度。其他所在今仔日是高温是29度至31度。今仔日的天气会感觉较舒适。落雨这部分过到了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若南部雨会可能就较粗。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减少，北部、东北部温度拢会回升，各地明仔载拢是这份好天的天气。敢若伫东部、东南部会有短暂阵雨。另外，今仔日伫桃园到台南沿海较快的所在，也有外岛会透强风，会有8级至9级的强风，乡亲就要注意。这礼拜天气拢袂歹，是一份好天。毋过目前伫菲律宾东南边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发展，各个预测讲，这个热带系统将有可能会成做风台。也若伫这礼拜到后礼拜1，那个有一阵锋面挖进台湾，水气就会增加，所以这个礼拜母亲节即天来台湾雨水会较高。24节气已经过入夏，即摆已经是5月啊，毋过也无风台形成。今年的头一个风台当时会来。根据美国的电脑模拟预测，未来菲律宾东南方的热带系统有机会发展做风台，甚至豆豆啊刷位北边来。咱气象署是回应讲，确实有发展做风台可能性，毋过目前的变动性还阁真大。后礼拜敢会有风台，也阁真歹讲。卫星图上来看哦，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其实也就是在赤道这个整个低压带地区，是有比较明显的热带云束在发展中。摩斯预报来看哦，这个热带系统的发展，预估也是到下周2甚至是下周3之后，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发展。也有民众认为，拢已经5月啊，却拢也无风台。气象署表示，今年到今也拢无风台，虽然有较罕见，不过也袂算伤晚，因为照应过的咧，西太平洋要到7月才出现头一个风台。那在预估上的话，其实5月是会有许多在西太平洋就可能会有些台风的生成。那在影响台湾部分，可能平均还是1个左右。但是在最晚的时间点，也还是有在7月才有第一个台风生成。生成时间来看的话，不算是特别的罕见哦，不过确实是比较少见一些。气象署表示，目前对咱较有影响的是礼拜到后礼拜1会有一波锋面，水汽增加，中部以北甲东部会有阵雨，也是雷公雨，南部也会有南山雨。锋面通过了后，刷落去后礼拜2，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温度会小可降低。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今年咱台湾有出现百年旱旱，要因应极端气候，水利署有推动水库甲水库的连通计划，有建设詹文水库、南化水库、乌山头水库的连通工程，伫这3座水库之间牵供送水，要解决南部清在发生欠水的问题。也若昨昏，咱总统蔡英文嘛专工去南部了解工程。
土地安全部详细听水利署长的介绍，总统蔡英文伫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的陪伴，到闸门水库视察闸门南华联合港工程。本来预定6月底才会当完工的工程，7月下晡就开始入水。丰水期的时候，当高屏溪有非常多的水量，我们可以透过甲仙堰一直送到南化水库，往上送到我们全国最大的曾尾跟乌山头的系统来存蓄。南化去年的溢流6000多万吨，可以存起来多好。联合港工程完工了后，逐工送水量有80万吨，除了予闸门乌山头水库会当甲南化水库连接，也当连到南化高屏连通港。若洪水期会当有效欠溢漏水，拄着大水期高屏溪流量减少，也当借由连通港甲闸门水库的水源往南部送，强化嘉义、台南、高雄3个所在的调水能力。借由珍珠串计划，我们串接起台湾西部的水库，让各区域的水资源能够更有效的调度也维持供水的稳定。台湾伫2021年拄着100年做大旱，面对毋是做大旱，就是做大水的气候，水利署真主管计划闸门南化连通港工程，要伫20串联南化高屏连通港系统水做目标。伫赶工的同时，也希望提升南部地区因应气候变迁供水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会伫今仔日要通过打击诈骗专法，内底包括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草案，也有洗钱防治法、甲科技侦查、甲保障法，也有通信保障、甲监察法等立法也是修法。草案内底嘛要求 TikTok 这境外大型的网络平台，爱伫台湾指定法律代表人，若无上当会罚款2500万。来看联合报，中国国安部真正有宣布2项新的规定，讲要对7月份开始，因要实施。内底有一条讲，中国的国安机关是会当对个人的电子设备进行查验。也有媒体报讲，其实即马伫深圳也有上海一寡所在早就咧实施。来关心中国时报，卫福部疾管署对外宣布，对5月19开始，咱国内的喙癌令会全面解除。意思就是讲，即马未来5月19了后，去医疗院所也是老人安养中心、老人福利机关，即马是要求爱挂喙암，也毋过5月19了后是建议挂喙암。疾管署嘛有提醒讲，总共有感觉若亲像感冒，也是有发烧，也是有呼吸道的症头这疾病，乡亲嘛是爱挂喙암，嘛爱注意个人的卫生。因为预防车这部分，英国真出名药厂 AZ 阿斯特捷利康是因为后疫情时代，即马对预防车的需求已经较减啊。因宣布讲要开始伫全球回收甲落价这预防车。另外，因嘛对外承认讲，因的预防车有真少部分真罕见的机会，有可能会出现血角太血路，会造成血路未通。外界就咧要讲，其实因的回收是和这件代志较有关系。生产线面顶一罐搁一罐的疫苗，真紧走过生产线，准备伫箱仔内底。这是过去新冠疫情严重的时阵，英国药厂 AZ 阿斯特捷利康供应全球新冠疫苗需求的产线。也毋过伫进入后疫情时代，在着各种针对变异病毒开发疫苗愈来愈侪，互 AZ 药厂生产的新版本疫苗 Vaxzevria 已经生产过头，药厂伫7公告开始回收全球收过侪疫苗。因为过去 AZ 新冠疫苗捌造成真侪注射民众出现 TTS、血甲甲血小板降低症候群，伫英国造成至少81个人死亡，数百人重症。药厂阁互50多名受害者甲家属提告。AZ 药厂伫今年2月总算伫法定的文件内底头一届承认，这款疫苗可能伫真罕的看到案例之下引发 TTS， 然后就伫3月初5提出退回疫苗申请，和关键之期这有关联。We're now convinced of the plausibility and the causality of this rare syndrome of VITT. It is a very serious case. We also have a risk estimate of 1 in 40,000 of vaccinated. This is new knowledge that we didn't have when we took the AstraZeneca in use. 不过 AZ 药厂强调，回收疫苗甲法定文件内容无关系，时间踏做会只是卡合，而且重申公司对这款疫苗结束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效果是感觉骄傲。根据第3方的统计，使用疫苗的头一档就挽救超过650万人的性命。
供应全球的疫苗嘛超过30亿剂，暂时一直有抢自愿撤回这款疫苗在欧洲的销售授权，代表这款疫苗未来无法度在欧盟继续使用。不过未来几个月对英国甲其他已经批准这款疫苗的国家，咪提出同款的申请。国际新闻台是董平佑。国际新闻来关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即马是伫欧洲访问，伊是由法国转去塞尔维亚。伫15月初8有和塞尔维亚总统会谈见面，双方是宣布讲，因要建立两国命运共同体制。习近平嘛对外宣布，中国和塞尔维亚的自由贸易协议伫7月份会起行。欢喜交贸文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塞尔维亚签署联合声明，要深化甲提升全面战略友好关系。除了宣布两国自由贸易协定会伫7月7日生效，各为塞尔维亚带来真侪项利多。一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塞自由贸易协定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三是中方愿扩大进口塞尔维亚特色优质农产品。习近平欧洲行第2站由法国转去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翁某亲身到机场接机。两国领导人会谈了后，习近平宣布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首期6项措施，各包含两国青年交流，欢迎塞尔维亚展开贝尔格勒直航上海航线等。吴契奇是搁一摆表态支持这中国政策，佮伫声明当中强调，台湾是中国无法度分割一部分。Svako pitanje koje bi neko postavio Narodnoj Republici Kini jeste njihovo unutrašnje pitanje. Tajvan, Xinjiang, Hong Kong, to je pitanje za Narodnu Republiku Kinu. Kako Kina želi da rešava te stvari, tako će i da bude. I uvek će imati podršku Republike Srbije za tako nešto, jer to je ono na čemu počiva Povelja Ujedinjenih nacija. 结束塞尔维亚访问了后，习近平要去这一摆访问最后一站匈牙利，佮甲总统总理会谈。不过人还未到，车被升伫当地媒体导述表示，双边关系进入历史上好时期。公司新闻陈伟锦报道。再镜头来阿根廷的经济即马长得败，因的新总统米雷伊要救经济的政策是无较抓，并无发挥效果。因的钱同款是愈来愈薄，愈来愈细圆。阿根廷的中央银行已经对外宣布，因伫即礼拜开始，因会出一张1万块的纸票，过来呢，因阁要出一张2万块的纸票。也毋过民众即马上该关心的是，因的物价当时才会变较稳定。根据金融时报指出，阿根廷平均每个月物价起的情形，已经为2023年年底2%，降到2024年第一季的11%。带来推动经济改革的总统米雷伊讲，4月份平均的通货膨胀会当降到10以下。不过对百姓来讲，感受上深的要是每一天伫卖场或者是店头内底，看到随时可能会改变商品的价销。当物价万项拢起，民众头一个反应就是减少消费，或者是买品质好、价销较悬的物件。该买较普通或者是较俗的物件。Una galletita de agua ya compraba todas las segundas marcas。有卖衫的头家讲，虽然衫红排除伫优先采购的名单之外，不过甲1980年代政府国部长发行名额8万披索的时代来比，即马出现1万块的纸票是无算啥。Lo que pasa que esta vuelta está medio complicado. Pues subió los impuestos, subieron los transportes. Está bien, algo había que hacer porque con el otro gobierno se le iba a explotar, era una bomba. 阿根廷民众消费的惯势要是真传统，买物件时阵介意用现金，毋是用信用卡，甚至是所谓第三方支付。伫物价大起的时阵，买日常的用品或者是食物，都拢爱揸规纸的纸票出门。针对这点，阿根廷中央银行推出新版的纸票，名额是1万披索。是全体上大名额2000披索的5倍，希望安尼会当互民众减少揸现金的数量。若名额2万块的纸票，按算伫今年第4季的时阵发行。国际货币基金 IMF 伫阿根廷政府同意征税、甲减少支出等等的政策之下，2024年2月发行47亿美金的纾困予阿根廷。若即届发行1万披索名额的纸票，对消费大众的心理，或者是对未来经济走势影响，会是啥款？也要观察。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
来关心以下战争，即马双方两边目前伫拉法阁继续咧战。美国已经对外证实讲，伊决定要停止提供炸弹予以色列。因为以色列驻联合国嘅大使针对华府即个决定，伊是表示真使人失望。哈马斯伫加沙南部都市拉法郊区甲以色列军队交战，进前华府证实暂停用使以色列一批威力强大的炸弹来防止巴勒斯坦百姓伤亡。We've been very clear, Senator, as you know,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at Israel shouldn't launch a major attack in Rafah without accounting for and protecting the civilians that are in that battle space.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尔登对华府这项决定表示真让人失望。华府打算尽量避免以色列全面入侵拉法，佮表示相信哈马斯修订了停火协议，有机会会打破经济遐局面。七八伫开罗佮重新开始谈判，七八下晡伫拉法因看到部队乌烟穿起来，伫星期八月发动攻击，拉法西边有厝被炸害去，有人死伤。في منطقة طبعا فيش فيها خارج نطاق العمليات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هم أعلنوا عنها. 以色列政策测试开一笔拉法节边境站点，设定一条重要的援助路线，甲铁路上发的唯一出口。联合国官员表示，这对已经超过一半地要起的百姓的救援，根本是一场更较大的灾难。以色列最近一直威胁要对拉法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消灭藏在其中的数千名哈马斯战士。不过拉法同时也是数十万巴勒斯坦人目前避难所在。百姓听到以色列下令疏散了后，各物件款款逃命要紧。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表示，为找到8月以来差不多1万的巴勒斯坦人离开拉法。哈马斯表示，伊派战士咧伫东部甲以色列军队作战，伊斯兰圣战组织是伫机场附近重炮轰击。公视新闻恩文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泰国伫2018年开始开放医疗用的大麻，伫2022年的时又搁开放5用的大麻，不过开放的过程伤过香港，欠缺配套，即马嘛造成泰国真侪人食毒是食个条着。泰国的总理已经表示，因伫年底之前要甲大麻列做毒品。继续关心美国商务部长是对外表示，美国有92%尖端的晶片拢是对台湾的台积电买来的，准讲中国侵犯台湾，影响台积电运作，安尼会大大影响美国的经济，造成美国毁灭性的冲击。来关心美国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卖 TikTok 爱和中国的母公司切开。若无就要全面禁用。对此呢，字节跳动公司有去告美国政府违反宪法、侵害言论自由。外界就咧要讲，这个官司拍到尾啊，会拍到最高法院。来关心前台北市长郭文哲任内，即马有标出一寡弊案。又搁即马新的是万代鱼果市场改建案嘛，风声传出有交结。国民党的议员伫昨昏就去检察院告发。另外有民进党的议员嘛，质疑讲郭文哲任内南港转运站的 BOT 嘛有道理的问题。因为现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已经答应讲会启动调查。那我们来告的就是检举柯文哲前市长在鱼果市场的改建中涉嫌绑标。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小平用石头、林幸仪、七八透早到检察院告发前台北市市长郭文哲，指出国政府伫万代地区鱼果市场改起案涉嫌官商勾结绑标，是第4大弊案。预算没有到期，我怎么敢去标嘛？叫我盖一半，这种万我是不敢做的正常厂商。简单讲就是你讲好了嘛。议员指出，鱼果市场捌3摆流标，最后才透过减项发包的方式，由维京集团下骹的中华工程以115亿增加继续得标，必须台北市议会今年初爱追加49亿预算才能继续起。国民党回应是因为疫情期间营造不佳一直起来，所以需要增加预算。第4、第5弊案你怎么看啊？全天下哪有那么多弊案啊？拜托。中华工程是发布3点声明表示，维金集团主席沈庆景不是中华工程董事长，工程一切按照台北市招标的内容评估了后进行投标，绝对无不法的代志。对不实的言论伤害公司上股会保留法律追诉权，不过要机关积极。国民党伫任内甲成功进修签订南港转运站 BOT 案件，涉嫌独立财团。
所谓的招商不利的理由，把权利金调降了将近1半，那导致市府的收益整体降低超过10亿元，在明年年底履约期限以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外界或者议会如果有疑虑，当然我们就会来尽快厘清。工程有无法如期完成，都有相对应的法则。面对台北市真侪项工程疑云，现任市长郑万安承诺启动相关的调查，对工期延长的部分也依照法则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这真正是知法犯法。高雄有一个姓李的警察，去年才被选做模范警察，也毋过尾也却牵涉出伊甲民众的资料提供给诈骗集团。伊嘛因为这个案，尾也去封记2大个免职。即马互法院起诉了，互检方起诉了后，即马法院是依照违反个资法设立罪，判伊3年有期徒刑。就台领奖，去年6月，这个被选做是高雄模范警察，姓李的警察组，涉嫌甲因高中的同学，也就是诈骗集团带头的有交结。为民国111年到过2年的7月份，提供警政系统1用5反诈骗系统平台查询的个资给对方，毛30万金钱的往来。这个案件标出来了后，姓李的警察组封记2期大个免职，嘛去互起诉。最近1审的判决出来，法官认定涉密罪成立，不过金钱往来属于借款，无构成贪污。多次使用165反诈骗系统平台以及案件查询记录维护等系统，收集他人的个资，加以拍照后传送给他的张姓友人。此部分共有13罪的犯罪事实。姓李的警察组以违反个资法涉密合判，不得役科罚金的部分判3年，得役科罚金的部分判6个月。针对这点，民间事解会认为讲，这甲警察绩效、审法的制度无透明有关系。有绩效才有法度升官加薪水，可能地数有人怎安尼行骗去。监督救助已经是犯错之后的这种改进的一个措施。那更前端一点的预防，其实是针对远景的这种一般的行为的一个诱因嘛。那这个就是绩效制度。台湾警察权益的关怀协会回应讲，警政查询系统为着要防范有心人士偷摕资料，有做袂少修正，亲像甲登入的程序变复杂，然后查询的人就会留下记录。不过这嘛引起袂少基层的反弹，因为程序伤过高工。不过为着要保障民众的个资，也是认同这款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伫今年2月的新苗栗地方法院有一个姓陈的书记官，那亲像是因为过劳不幸过往。彰化书记官工作权益促进会有召开记者会，对司法院甲法务部提出诉求，因要求爱补充书记官的人力，减轻书记官的行政负担。因嘛要求诉求爱互书记官会当比较劳工适用职安法。书记官其实不只有配法官这个业务，它还有很多行政上面的业务，甚至是不需要配法官的，就是有很多法律上也都有规定，就是他有其他行政上的事务就需要处理。今年2月，苗栗地方法院一个姓陈的书记官，疑似因为过劳死亡。车北书记官工作权益促进会参相关 NGO， 甲在野立委召开记者会提出诉求。包括爱甲检察官甲书记官的人数比例，为现行的1:1.1左右，提悬到1:1.5，减轻书记官业务负担。咱配法官还是配检察官，这个业务叫做记录。除了记录以外，一般的民众袂去拄到啦，因为迄是内底亲像啥物文书啊、研考啊、总务啊，这拢是爱书记官的。促进会表示，书记官文书业务多搁复杂，也常常有因为行政工作延长规定工作的状况，希望解决过劳问题。不过目前亲像书记官这款公务人员，这案问题是使用公务人员安全甲卫生防护办法，因希望通比较一般的劳工使用法律层级较悬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公务员其实不是劳工，就是没有劳动检查这种东西哈。那公务人员对机关职业安全的意见，其实也就是建议，还有一些请求。如果请求不成，我们就会再来一个救济。就算成功了，其实你对机关其实也没有什么额外的罚则。已经请高院检讨书记官的办案期限之外，也请各法院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适度的以委外的人力来协助减轻书记官核心业务以外的工作。
我们也很愿意邀请基层的书记官同仁们一起来开会。书记官工作权益促进会希望透过增加人力、行政流程电子化这个方法，减轻书记官的负担。伊也呼吁司法院、法务部这个机关应该邀请促进会共同讨论书记官行政工作的问题，会使安怎改善。记者郭文林凯台北报道。即马南投县是唯一无家己的焚化炉，因的本数已经囤超过26栋。虽讲当地人是拢真赞成会当起焚化炉，也毋过嘛讲那些实是无起伫阮兜边啊。即马环保局有表示，其实技术咧进步，焚化炉所排出来的空气含水已经拢会当符合法律的规定。粪扫已经踏关到要到天顶啊！石库地仔的铁皮围篱，甚至互粪扫拢钱甲破空。南投保利的清洁队部是踏一大堆粪扫。南投县府和议会有共识，要家己起焚化炉来烧粪扫，但民众烦恼影响到空气的品质。无你毋过拢吹袂出来呢，伊个风若透入来，拢吹袂出来。会当入来，袂当出来。啊，伊毋知要洗个豆，我嘛毋知啊。无你都所在都矮啊。啊！你这样搁起迄落，即摆就熏甲安尼一世界。空气歹。嘿啊，空气较无遐好。有焚化厂所无启用的分林，去年是引进全台第一座 SRF 的粪扫处理系统，逐工会当处理200吨的粪扫。和南投共款是无焚化厂的花莲，是和台泥合作，用阿门土窑高温来处理粪扫。南投县变做台湾本岛唯一无法度家己来焚化粪扫的县市。到10月已经囤26万吨的粪扫，逐工虽然拢有运去外口处理，但嘛阁有120吨继续囤。南投大多数乡镇市是赞成起焚化场，但起入都态度保留。要做咱拢赞成，啊，就是要找较适当的地方，就伫拢内山包条咧，焚化炉起起来对吧？吼，伊的烟囱声应该排袂出去，都伫咧盘旋。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吼，我也没有反对啦，可是我觉得不宜啦。我相信应该有比民间更好的选址地点啦。南投县政府强调，焚化厂会以升级能源中心的形式来打造，采密闭式的负压厂房，会尽力来降低烧料空气污染物的排放，而且采取24点钟严格监测，卖议定回馈检测机制，争取议会民众支持。会用密闭式以及负压的厂房来减少垃圾臭味的逸散，在燃烧可能产生的戴奥辛等空气污染物，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另外，我们也会设置自动连续监测设施，24小时管控污染物的排放。环保局讲，希望南投各界都会当理性来看待起焚化厂的议题，而且监督行政机关做伙来解决南投已经积几10年的粪扫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即摆食早顿的时间，乡亲的早顿拢食啥？台湾癌症基金会昨昏有公布民众食早顿的惯势和健康状况的调查，发现讲民众早顿咧食的时，食菜色、食果子的比例是较低。也若伫30岁至39岁的女性，可能是因为家庭和工课双头咧无闲，压力较大，有当时拢无咧食早顿，健康的状况是上歹的族群。大人参囡仔做伙去早顿打食早顿，对现代人来讲，食外口是较方便的选择。面对工课和家庭的压力，有民众认为会较重视囡仔健康，疏忽着家己，也会因为赶时间，早顿拢以简单为主，无就是2顿做1顿食，直接食到。没有时间，我是习惯直接中午吃早餐、吃午餐的。去早餐店买日口还有萝卜糕，2颗水煮蛋，然后1杯自己的奶昔，跟小朋友一起吃，就是很方便快速的。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针对20至65岁民众做调查，发现即卖的人因为较无闲，拣早顿拢以方便、速度紧为主。上接点的早顿包括胖、小胖糕、软饼，拢是碳水化合物真悬的组合。综合早顿习惯和身体健康状况来看，发现30至39岁的女性是身体健康评估落来上歹族群。不过因囡仔健康状况煞拢袂歹，显示大人较要意囡仔健康会疏忽着家己。营养师建议会当穿一寡好早食起来方便的物件做早顿。豆浆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来源，但我们要留意里面的添加糖，可以选择无糖的豆浆。三明治啊，我们可以选择是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是里脊肉啊、鸡肉。最好的话可以选择里面有其中几层可能是加蔬菜或加水果的，奇异果啊、香蕉啊这类型水果其实很方便携带。另外，根据这届调查也发现，大部分人较惯是买仔肉食水果，早顿食水果的民众占无到2成。不过，营养师也建议，胃肠伫早起的吸收真好，会再食寡菜色和水果，通帮助消化。伊也建议，青菜甲水果爱3顿平均落去食，较才会够额。
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国家两厅院嘛有发现讲，真侪少年爸母因为有囡仔爱顾，全无时间，互囡仔拔掉的无法度去看表演，所以呢，因拍算，因即马已经对今年开始有提供顾囡仔的服务，有请专业的老师替你照顾囡仔，或者少年爸母会当约会一个安心看戏，也是听音乐会。这样啦。对啊，你有一前一后啊。伫温暖的空间，囡仔对老师展开双手、动双脚，规身躯叮当一个。两厅院为今年开始提供照顾囡仔的服务，互爱看表演的家长享受精彩演出的时，袂去烦恼囡仔无人顾、无所在去。有这大心的服务，家长总算会当安心行入表演厅。我们其实蛮常把他带到剧院，跟我们一起看，然后有时候觉得很愧疚，因为有点对他来讲有一点辛苦，因为我们不见得都是让他去看所谓的儿童剧。我终于可以跟他说，我们要一起去剧院，然后他有他专属的地方，我有他专属的地方，所以我认为是我们在参与艺术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是同步的。两厅院表示，因发现真侪少年家长有囡仔了后，因为爱顾囡仔，就无方便加入剧场音乐厅。两厅院推出这个服务，唔但互家长安心看表演，囡仔是交互戏剧又到专业的老师带领，做一寡艺术启发、振动身体的活动，囡仔同款有囡仔人的艺术体验。25到40岁是我们的主观众群嘛，那就可以想象，这个主观众群这个时候不是急着不是很忙碌的在养儿育女，不然他就是在冲刺他的事业。我觉得创造一个舒适而安全的环境，让爸妈至少来欣赏艺术的时候能够安心而开心，这个是我想我们剧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个照顾囡仔的服务，每个月初1开放注文，会当注文后一个月的名额。目前是收4岁至8岁的囡仔，只要是看两厅院园区的表演，家长就会当付费申请，一班上侪收10个囡仔。为年初开始提供服务到今，已经成功开8个班。两厅院希望爱看表演的家长后摆就免阁因为烦恼囡仔无人顾，去放弃家己的兴趣。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2003年，高雄临港线有一帮嘟嘟火车、观光火车，会当载游客去踅高雄港，有影是有乘过一站啊。即马呢，这架火车又搁登去到高雄，伫铁道文化园区展览，嘛请真侪铁道迷去看。大吊车甲火车豆豆放落来，放伫蛤蟆新铁道园区。这台银色甲柑仔色的自强号是高雄人拢未车分的观光列车嘟嘟火车。为顶个月开始，这3节车厢陆陆续续为台中送来蛤蟆新铁道园区展示。有铁道迷专工走来翕相，伊拢真欢喜，嘛毋忙除了展示火车，车体保存嘛真重要。特别靠海，然后就算它是不锈钢的啊。风吹日晒加下雨的话，应该过没多久就会生锈。可以把它盖一个遮雨棚遮阳，就也可以遮雨。高雄嘟嘟火车历史是为2003年时阵，业者向台铁租3节柴油自强号，互游客哪坐火车食物件，哪欣赏高雄的风景。火车是串联高雄港、连伫潭甲寿山公园等等的所在。每夜伫2006年停驶。去年台铁柴油的自强号全部退休，今年高雄市府才甲嘟嘟火车借来展示，这3节车厢也已经放好势。所以有这个嘟嘟火车会使坐时阵，都会使算讲是这个市港和一个上开始的这个尝试。所以对咱高雄的铁路火车，也是高雄市的这个历史是真重要的一个会使做纪念的代志。目前嘟嘟火车车厢展示伫轻铁的蛤蟆新站甲寿山公园站，有地方风声讲未来做互业者做嘉宾厅。文资中心表示讲，嘟嘟火车会当伫园区展示是真难得的机会，未来要安怎规划，目前搁咧讨论当中。记者钟义辉、屈兆勇高雄报道。来关心环境，这是中华新港大道溪口的垃圾地，伫2年半之前有发现外来种互花米草，是拖甲真严重，拖甲真食力。中华县政府要争取1000多万的经费，真无简单，才全部拢甲清掉。也毋过呢，即马环保团体是发现讲伫同一个所在，这个外来种佫开始咧拖，伊是呼吁县府爱赶紧来处理。
中华新港这片大渡溪出海口的蓝马地，2年半前因为外来种植物互花米草生态严重，中华县府争取中央1000多万的经费，清除26000多平方公尺的互花米草。但是这阵环保团体发现，同一个所在佫出现互花米草的影子。1、2年前的时阵，县政府就发包落去清的护花米草嘛，然后今仔过来看，就是遮佫足侪一泡青青的，都是护花米草。啊，有可能是迄时阵清了无定针啦吼，啊，所以互迄籽啦是走针吼，给它弹出来。啊，所以咱即摆看足侪所在拢里密布迄个护花米草。环保团体表示，这个所在是溪沟的护育区，互花米草生态恐惊会影响护育的效果。尤其今年看到的范围摊佫较大，伫7、8公里远的杨仔厝沟嘛有互花米草。县府农业处表示，若民众发现有通报，拢会第一时间处理。因为它本身是外来种，让它的生长速度、生长势比较强，让会影响到当地原有的一些物种，所以像这些外来种，我们在第一时间如果发现，就会将它等于说移除掉。互花米草真厚炭根，佮生甲真密，会影响沙麦仔顶生物的存活，所以有蓝马地杀手的称呼。尤其互花米草的根甲种子会随海燕甲风四界炭，环保团体嘛毋忘除了清理，爱想办法预防生炭，才袂治标无治本。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咱台湾是海岛国家，海洋的生态需要咱来关心。伫嘉南的海洋科技博物馆，长期拢在保育选蚵、海鱼，也佮有数量已经愈来愈少的蚝。为着要加强学生爱护保护海洋的观念，即马台北市的教育局有和海科馆签备网络，要互学生亲身来种选蚵，买当甲校的两早登去学校饲好大，用实际行动来保护海洋。徛伫山边海岸中间的海洋科技博物馆是济居民游客会来行大好所在。博物馆内底真济选蚵、海鱼，拢是因保育的成果。为着要互学生爱护海洋，海科馆和台北市教育局拜三签合作备忘录，要互中小学的学生通透过种选蚵、饲校等等的体验，互生态保育的观念通定进伫囡仔的心肝底。上重要是3部分啦，第一部分就是咱做咱的珊瑚富裕，第二个就是咱的后的富裕，第三个就是我们这里有真侪，阮遮有真侪海洋课程嘛带因的囡仔做阵来遮来去落实这个课程的迄个这个教育部分，嘛互因体验讲这其实海洋教育是多元面向的。海科馆表示，和台北市教育局合作的海洋科学公平教育计划，主要是结合课纲的海洋议题，像讲校的教育，就会互学生早能登去学校，嘛教因安全照顾，饲到一定的程度，海科馆就会收回来野放。另外，北部150多种的选蚵，海科馆有保育的品种就占30多种。研究人员嘛亲身示范种选蚵的方式，未来学生囡仔保育的选蚵，拢会伫遮照顾。先互囡仔看倒位是头，倒位是伊的骹，用这水族专用的迄个钩啊，用差不多用伫这瓷砖的中央，差不多旋螺细到10公分悬啊，10公分长的，会当摕出去外口，会当扔出去。研究人员解说讲，选蚵上无爱大到10公分，才会当摕落去海两旁。透过海底的摄影机，就通看到保育的成果。针对这届和台北市教育局合作的计划，海科馆表示，自后学期开始，选蚵和校的保育有开放40班，另外更有帮助150个班，未来会当来申请海科馆真日体验。记者卢尚如、王可选嘉南报道。选蚵会遮尔重要，迄是因为选蚵是海洋生态的健康指标。美国的选蚵保育组织伊即马是以商业模式，是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嘛伫种选蚵，要进行选蚵的保育工作。因伫陆地农场种选蚵，即马互保育的速度近50倍。伫咧中东杜拜选蚵农场的工作人员，将选蚵切做一片一片的幼片，结果放入去制作箱内面。观察因成长甲修复的情形，等选蚵大到一个阶段了，结果把因一个选一个，放伫咧共一个异形的模板顶头，互所有的选蚵脆片连接做伙，安尼时会当互选蚵的成长速度近50倍。这是美国的选蚵保育组织 Corovita 所想出来方法，因成立一间公司，将保育工作商业化，将保育选蚵的工作转到陆地农场进行。去年12月，因得到杜拜全球港务集团的资助，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成立分公司。
With this system, which is closed-loop system, we can control the temperatures and the light intensity, the waves. So we're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which make the coral more stronger than normal, so they can survive actually in the ocean. Corovita 是采用辅助进化这种人工的控制方法，增强漩涡对压力的处理能力，还有加速漩涡被浪击了的恢复力。去年因就伫咧加入北海种3万丛的漩涡，因为保育工作需要资金，就伫咧因的网站顶头开放民众领用漩涡。In the same way that we plant trees, which I do often for friends and family on special occasions and holidays.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o also give back to marine life and water. And so it's the perfect gift. It's the perfect gift to yourself and to nature to be able to give back through planting coral into our oceans.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报告显示，人类的活动所造成的地球暖化已经高出前工业革命水准差不多1度。若是暖化的速度继续增加，伫咧2030年到2050年之间，地球的温度就可能增加1.5度。虽然各部积极行动，到2050年，漩涡可能就会减少70%到90%。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另外，科学家嘛发现讲，无共种的海鸥，因的叫声、因的沟通的声音的模式拢无啥共。亲像观察头海鸥发出来声音就较固定。因即马科学家就在比对讲，即款海鸥的声音和因的行为到底有啥物款关联？希望进一步来了解，在海鸥在讲啥。一只观察头海鸥带细只海鸥游过海面，因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到底是咧讲啥？是因人好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进一步对当加入比海差不多60只观察头海鸥的录音资料，以人工智慧和传统的统计方式做分析，发现因的声是淡薄仔亲像无丝密码，是有规律的。Ou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se codas have a complex internal structure with similarities to aspects of some other anim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even some aspects of human language. 研究人员认为，观察头海鸥的语言和英语的字母系统，伫咧一寡所在是小可成，无论是亲像这种，敢若是踢大舞曲的叫声，也是像安尼顿一个了后小人数的滴答声。对内面的旋律和节奏会当判断，明显是几组较细固定模式产生的。所以来科学家会试要解答讲，到底这微尾曲代表什么意思？And so a big part of the larger Project SETI effort here is to actually get that behavioral data paired with the communication data in order to answer these deeper questions about what it is that the whales are saying. 科学家讲，因会进一步来厘清观察头海鸥发出来的声是安怎去影响因的行为和社群动态。若成功破解海鸥叫声的密码，可能人类就会当直接和海鸥来沟通。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道在，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19度至26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